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，這國際能源署已經宣布講要提出4億桶的戰備石油，以大聲提供給亞洲國家。也佇咧菲律賓，因為總統小馬可仕是講會大聲發現金，補助給運輸業的相關人員。第15，國際能源署閣一擺加強力量來公布講，4億桶戰備石油的市場投放順序是先予亞洲市場，到3月底才開始供應予歐洲和美洲地區。另外，國際能源署嘛表明講，可能閣會放出閣較濟戰備石油，阻擋各國因為中東戰事造成的成本。In terms of we combine them, there will be still over 1.4 billion barrels remaining, which means we can do more later as and if needed. 中東戰火擴大，造成全球燃料的價小大起。東南亞國家菲律賓有高達98%的石油是對中東來的。到3月中，菲律賓燃料的庫存暗算敢若會當凍到4月，加上當地油價佇幾禮拜以來已經分段調起，柴油的價小已經跌到達公升100倍數，差不多台票53塊。後民眾講跌要制裁袂掉，菲律賓政府已經開始找替代方案，但是佇這進前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是向幾百個交通運輸業的人員發放現金的補助。Ito talaga yung pinakamalaking presyo ng gasolina. Dati hindi naman ganyan. Inaabot ko mga 11 pesos, 12.50 ganyan. 另外，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已經對進前全面封鎖，到最近變較好，甲封鎖的對象縮減到敢若剩美國和以色列。14，一隻掛印度的國旗，而且載9.27萬噸的液化天然氣的油輪，已經過荷姆茲海峽16的時陣到印度。消息一出來，互國際布蘭特原油的價格落落來，來到達桶101.5億美金，落後差不多3%。但這間航運業者嘛講，順伊朗的態度放較軟，但國際保險公司普遍拒絕承保荷姆茲海峽的相關航線，就是講無法度代表航運市場會當隨回暖。公司新聞新聞部編譯。